间手路菜来看到古坑仔渔港这间海鲜餐厅，35岁头家林宗汉，2014年回来开餐厅陪厝内人，伊本地就真够煮食，伊改良避风塘摸蟹，参当做饼，又搁咸又搁香又搁酥酥脆脆。伊讲生意稳定了后，伊会甲饲的摸蟹卖互附近的店头，卖几碗香去。因为地方产业兴起来，大家拢饭这个福气，安尼就会当久久长长。 各种的海产冰头摆好势，有蚵仔、小羹仔、青虾啊，还佫有蛤蟆、色水青秋，安尼看到，互人是眼烁烁。它米粉有海鲜的那个鲜甜，真的是很好吃。然后它海鲜上面都铺满了它的原料，它没有加什么味道。一碗小羹仔米粉，伊的料是安尼这么澎湃着，到底倒一项才是主角嘞？肉新鲜，肉多，肉甜。 我是从网络上知道说，他们的螃蟹都是自己抓，自己有渔船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选上这一家。原来头家林宗汉，伊是古孝的在地人，因规家伙啊拢是靠海咧讨食。老爸林国祥即摆还会定期来出海，伊是一个真资深的掠鱼师。从爷爷就真的是开始捕捞，对，然后到爸爸13岁出海，然后那时候是抓近海的小鱼啊、文鱼。 然后那个鱼竿那种撩鱼那种开始抓，那到20几年前才又开始做这个近海的螃蟹这一块捕捞。感觉讲出海掠鱼毋是家己的兴趣，了后伊个一个人来台北咧打拼，伊来遮学各种料理。啊，若讲这边会转去乡里来发展，其实是因为老母的一番话。我是讲爸爸年岁较济啊，总是要有继承啊，对吧？咱食什么款饭，做什么款行业，就是讲希望讲。 咱的囝将来会当甲咱继承啊！林宗汉出去外口走跳学功夫，安尼嘛，互伊做料理加真侪创意出来。伫咧渔港毋但咧做大客料理，伊还佫有真侪即个独门的手路菜。这道螃蟹我是把我们传统避风塘，然后把所谓的一些豆豉啊那些拿掉，换成苏打饼干。 除了本身的咸酥芳，即摆佫加一味即个酥盘的口感。不过这嘛是抢拄抢，才来去发明这个新菜色。当时的创意，因为说真的，最近我们比较忙，没有时间吃早餐，有时候就吃个苏打饼而已。那刚好客人要吃一些比较不一样的，顺手把一些手上有的材料，然后下去做一个变化。从细汉就伫咧渔港大汉。 林宗汉伊了解这个讨海人的劳心苦战，因厝邻饲的这个金马蟹，嘛会卖予北京餐厅因卖几碗螃。伊认为讲做农业的都爱互相斗相竞，安尼生意才做会久长，甲人客牵活来，安尼才通互这个地方的观光产业会当加压来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